好似係以利沙，以利沙咪醫治過一個患麻風嘅叫做乃縵係嘛？醫治好咗佢之後點啊？佢咪送好多呢啲靚嘅衣服啊、錢財俾以利沙，以利沙唔要，咁呢個乃縵就離開。以利沙嘅僕人點啊？搶住嘅，唔係，佢靜靜雞走去扮嘢，扮話以利沙要俾咩人用，所以咧就向佢攞。所以點啊？當佢回嚟嘅時候，以利沙就指責佢點解有呢種咁樣嘅貪念。好似生大麻風係咪？啊！咁我哋可以睇到佢點知啊？係嘛？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係神聖靈嘅啟示。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彼得滿有聖靈嘅權柄。為什麼撒旦充滿了你的心？我哋記得一個人信咗主受洗就有點啊？聖靈充滿，聖靈充滿，撒旦就唔會入你嘅心，冇位置啊！所以我哋時刻叫大家做咩啊？不要為呢個撒旦留有地步啊，係嘛？你稍為有一點疑惑，撒旦就入你嘅內心，使你嘅疑惑不斷嘅擴大。你有貪婪，佢就會使你嘅貪慾點啊？不斷嘅擴大。正如夏娃睇見生命樹嘅果子嘅美麗已經起了食禁果嘅事，結果點啊？撒旦就入佢嘅心，以致佢就犯罪。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亞拿尼亞呢一對夫婦，佢之所以有撒旦充滿佢哋嘅心，就係佢哋起意私自留下幾分，呢一個意念一發生，點啊？撒旦就使到佢成為事實，去做呢一啲唔合神心意嘅事。所以彼得喺度直情指責佢你原本係被聖靈充滿嘅人，你已經係領受咗聖靈內住嘅人，只因為你一點嘅貪念，一點無虛名嘅意念發生，以致撒旦充滿你嘅心，以致聖靈失去咗作用，叫你欺哄聖靈。喺呢度唔係欺哄人啊，唔係欺哄弟兄姊妹，唔係欺哄整個教會，乃係欺哄聖靈。我哋睇第四節就可以清楚睇到呢件事人人將田產都賣了，唔係強迫嘅。所以第四節點講嘅？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麼？咁即係話你唔賣仍然係你嘅，你要賣係你甘心，你願意拿出嚟，冇強迫嘅意念喺度。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的嗎？咁咪即係話賣咗幾多錢，你點樣去分配，你點樣去使用，係點啊？係你有自主權，冇勉強嘅，冇叫你交晒出嚟喎，對唔對啊？係你自願拿幾多？而家你點啊？因為你心裏起意念，就係要私自留下，係你自己要暗中去進行，唔得光明，
唔得磊落，而你卻話係全部嘅價銀，咁乃就係欺騙。你以為冇人知，其實你自己知，彼得亦知，聖靈更清楚。所以彼得喺呢度指出佢呢種犯罪嘅過程，乃係佢私自起呢一個惡念，以致撒旦充滿佢嘅心，以致佢在人前行出欺哄人、欺哄教會嘅事。其實更嚴重嘅就係欺哄聖靈。所以喺呢度佢彼得清楚指出，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咁我哋可以睇到，唔係神高級一啲。大早講係欺哄咩啊？欺哄聖靈，而家係講欺哄神。其實因為神係咩啊？三位一體噶嘛。欺哄聖靈就係欺哄神。所以喺呢度我哋亦可以體會到三位一體在彼得呢班使徒嘅心裏係好清楚嘅。你欺哄聖靈就係欺哄神，就係得罪耶穌。問題喺呢度啦。亞拿尼亞聽見嘅話就仆倒斷了氣，聽見啲人都甚懼怕。哇！咁厲害係嘛？可能點啊？亞拿尼亞心臟病發咗嚇？點啊？驚慌過度。我咁隱密，我哋咬住耳仔兩公婆商量嘅事，乜佢會知道？而且佢最大嘅唔係因為彼得知道，係彼得將佢嗰個罪惡嘅罪性提得好高，唔係欺哄人啦，你而家係欺哄神所以我哋每做一件事，真係先要想清楚，我哋對唔得住良心，更緊要嘅係對唔對得住我哋嘅神，因為神時刻監察我哋。所以佢一聽見彼得話佢欺哄神，知道呢個係罪不可恕嘅咁點啊？在極度驚惶之下，正如你哋所講嘅心臟病突發，嘣咁啊跌咗落地。馮生會唔會呢個係？我諗係呢個係神蹟嚟嘅喎，我覺得，即係唔係話一啲可能神係藉著啲自然，但係佢真係死得好快嘅喎。講完即係冇心臟病都有時會，除咗鄧光榮啦，仲有鄧光榮即係講完個即刻就冇錯嗱喺呢度在人睇嚟佢係心臟病突發其實應該就係咩啊？神直接嘅懲罰，為要使整個教會因呢件事而產生極大嘅警惕，唔好再欺哄。欺哄係出自撒旦，因為撒旦係咩啊？說謊言人之父佢咁樣對彼得講呢啲錢就係咁多啦，呢一句説話就係謊言。所以我哋睇到第6節，有些少年人起來，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咁我哋睇到佢一死咗大家就呢班少年人可能都係會有當中嘅有年青力壯嘅人，
時時都會為教會做各種瑣碎嘅事務咁佢哋睇見佢跌喺地下斷咗氣，咁佢哋就將佢包裹抬咗出去埋葬。呢個你要去問下當時嘅情況啊。有冇限？冇乜嘢啦，因為我哋再睇第7節，佢話約過了3小時，他的妻子進來，還不知道這事。呢3小時，撒非拉喺屋企如坐針氈。哇！點解我嘅丈夫去咗咁耐，交啲錢啫，咁耐都唔翻嚟，佢去咗邊啊？想唔透交錢可能離佢居住嘅地方唔係好遠，往返都唔使10來分鐘，咁去咗3個鐘頭都唔翻嚟，所以內心感到有點驚惶，唔知道出咗咩事，所以佢就離開屋企，嚟到試圖居住嘅地方嚟找尋呢一個事情嘅根由，因為佢唔知道佢丈夫已經死了，已經被埋葬了，所以佢一嚟到呢，佢仲未開口問啊，彼得就先開口，所以第8節彼得點講啊？彼得對他說：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麼？可能彼得嘅手上仍然拿住拿尼亞交俾佢嗰個錢袋，佢就攞住呢個錢袋遞到撒非拉嘅面前。你哋賣屋係咪就係咁多錢啊？嗱，睇到阿拿尼亞連呢個機會都冇，係嘛？阿拿尼亞一入啫，彼得就點啊？就責備佢，責備完佢就點啊？即刻死咗。但係撒非拉嚟嘅時候，彼得俾佢有悔改嘅機會啊！睇到嗎？拎起呢個錢袋嚟問佢，賣田地嘅錢係咪就係咁多啊？若果佢有點良心，佢知道呢個係咩啊？東窗事發，應該有所悔悟，應該喺彼得嘅面前點啊？係啊，唔係啊，我屋企仲有一包，咁佢唔死㗎，係嘛？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彼得俾佢一個機會去悔改，所以彼得佢話：你話俾我哋聽，彼得唔係怒目而視，係好温柔嘅遞出個錢袋，你話俾我聽，你哋賣田嘅錢係咪咁多啊？佢點講啊？想都冇想啊，好堅決啊！因為佢兩個密謀呢啲事係唔容易俾人知嘅，所以佢唔相信彼得知道呢件事，亦唔知道佢丈夫因為呢件事而被懲罰以致死亡，所以佢即刻答，他說就是這些，係啊，係咁多㗎啦。所以彼得話
你們為什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顯然佢兩個夫婦同心合意，真係幾咁密切不可分，意念相同，動作相同，説話相同，就係咁多。所以彼得話：你哋同心試探主嘅靈。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呢個時候先至話俾佢哋聽，你嘅丈夫已經被埋葬咗啦，搬你丈夫嘅屍體出去埋葬嘅人而家翻緊嚟，就入門口啦。佢哋亦一樣將你好似你丈夫一樣抬出去。婦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斷了氣。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唔係臨時嘅心臟病突發，兩個受同樣聖靈嘅攻擊，因為佢哋欺哄聖靈，以致受到死亡嘅刑罰。那些少年人進來，見他已經死了，就抬出去埋葬在她丈夫的旁邊。咁我哋可以睇到兩個人所有嘅下場都係一樣。第11節，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喺呢度俾我哋睇到整個教會因為有人欺哄聖靈，以致受神嘅懲罰，當時死亡。個個裏邊呢個懼怕，使到大家知道聖靈係唔可以欺哄。在今後嘅教會嘅生活當中，要時刻警醒，時刻禱告，免得入咗迷惑，落在撒旦嘅網絡之中。所以佢哋戰驚，佢哋知道唔可以欺哄聖靈。咁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呢啲係咩人？呢件係大事，係教會內部嘅事，係咪？教會嘅人當場睇到，嗰啲係親眼見嘅。聽見嘅呢，可能當時唔在當中嘅會有，因為可能佢哋當時並冇一個大嘅禮拜堂去容納咁多嘅會友一同生活，可能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嘅家庭，佢哋多半係家庭嘅聚會。而家可能係使徒們居住嘅場所，集中喺嗰度教導，或者集中喺嗰度過團契嘅生活。今日去呢個家，聽日去嗰個家。所以有啲呢就係冇親眼見嘅，係傳達出去嘅，包括會友，亦包括嗰啲不信嘅人。呢度聽見這事的人，可能係一啲仲未信耶穌嘅人。點解啊？傳講出去，哇！呢兩夫婦可能喺當時嘅社會有啲財產嘅人，有啲地位嘅人，哇！邊個忽然間死咗喎？兩個唔葬咗喎？點解啊？佢話佢呃聖靈咯，咁啊點啊？一傳十，十傳百，所以
外邊嘅人都知道呢件事嘅發生。咁啊，會唔會影響到傳福音？譬如唔敢信耶穌啊，或者唔敢賣田都會啊！各方面，係啊咁呢個係實際情況但係因為以後都冇見到話賣田地唔係，跟住個主標題就信者越發增添啊，仲越多人信啊！咁我哋可以睇到，嗰啲人唔知。我哋可以睇到儘管人產生呢種懼怕嘅心理，但係使徒們嘅見證、使徒們嘅神蹟奇事，在群眾中仍然係起咗咩啊？主導嘅作用。所以第12節，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人心裏驚惶害怕，但係神蹟奇事喺佢哋當中仍然起咗主導嘅作用。呢個神蹟奇事唔係彼得嘅手，係主藉着使徒嘅手，係嘛？亦即話能力係從創造天地海洋嘅神嗰處賜下。好，我哋夠鐘，我哋下次再講下邊，我哋請高太禱告結束主日學。讚美感謝我哋在天嘅父，雖然我哋愚昧無知，但係賜下聖靈做我哋前邊嘅導師。我哋省察自己有冇裏邊未有倒空嘅，還是裏邊充滿了俗世嘅思想嘅，求主為我哋除開，好叫我哋能夠完全用聖靈充滿整個生命，求主主管。在極度嘅環境裏邊，我哋都站立不住。我睇見你昔日使徒，雖然你被捉拿做監禁，能夠都彼得、約翰佢一齊同心合意興旺你個福音，將主耶穌基督得勝而復活嘅大能傳出嚟。神啊，我哋感謝你，讓我哋今天有意期在呢個末世嘅時候，真係主你快嚟嘅日子，喺好多地方未得聞呢個信息。求主今天你使用我哋，藉著今日你個信息，真係睇見我哋有聖靈充滿，我哋先有能力去工作。求主潔淨我哋，打開個心，裏邊充滿了能力，係彼此同心合意興旺你個福音。喺教會裏邊真係成為你有用嘅肢體，榮耀歸給你個名。我哋將主恩基督教會都仰望你，呢個教會成為全福音嘅教會，成為高舉十字架個教會，主要成為滿有心意嘅教會。讓我哋喺呢個主日班裏邊彼此能夠建立，同奔天路，直到翻嚟見主嘅面，榮耀歸給我哋在天嘅父，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